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奇遇科幻迷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故事，唔單止係一個科幻故事，基本上係一本結構相當嚴謹嘅推理小說。呢本書就係衛斯理系列嘅《不死藥》，佢係大約1967年喺明報副刊連載。故事係環繞住人類自古以來最渴望嘅長生不老而發展嘅。故事充滿懸疑、冒險同推理嘅元素。倪匡先生想透過呢個故事帶出一個核心主題，就係好多時候人類追求嘅特殊能力，往往未必係一件幸福嘅事，而可能係一種可怕嘅詛咒，同埋會帶嚟不幸嘅結果。我哋就一齊睇下，究竟追求長生不老最後點樣帶嚟悲劇。故事開始時，一個富豪樂志信一直千方百計想揾翻佢失蹤咗差唔多20年嘅孖生細佬樂志謙，最終被佢揾得翻。但兩兄弟見翻3日之後，樂志信就將佢細佬推咗落懸崖，殺死咗佢。之後樂志信被判死刑，就喺要執行死刑之前，佢突然要求要見素未謀面嘅衛斯理，想衛斯理幫佢越獄。因為案件疑點重重，樂志信唔替自己申辯，佢又冇明顯嘅殺人動機。衛斯理都覺得事有蹊蹺，加上好奇心嘅驅使，就毅然答應咗幫佢手。衛斯理利用自己豐富嘅逃獄知識，佢話自己識得超過700種逃獄方法，聯同一個自稱犯罪專家嘅韋風俠一齊策劃越獄行動。韋風俠冒充神父，用狸貓換太子嘅手法，成功喺行刑前3小時將樂志信從監獄換咗出嚟。但樂志信一踏出監獄，就同佢嘅女友白壽瓊揸車走咗，拋低咗衛斯理。結果衛斯理都變成咗被警方通緝嘅逃犯。衛斯理為咗要報復，佢決定追蹤樂志信同白壽瓊。佢發現兩人以偷渡嘅方式搭咗一艘前往帝汶島附近嘅貨輪，於是衛斯理自己都偷偷上咗船，途中仲要挾船長。從船長口中得知，樂志信同白壽瓊係同一個叫波金嘅富豪有關，仲隱約提到一種神秘嘅不死藥。貨輪到達帝汶島之後，衛斯理用錢收買咗當地嘅少年幫手，發現樂志信同白壽瓊就住喺波金嘅天堂園嗰度。跟住衛斯理潛入咗去調查，逐步揭開驚人真相。原來眼前嘅樂志信其實係佢細佬樂志謙假扮嘅，被推咗落懸崖死咗嘅先至係哥哥樂志信。因為兩兄弟係孖生嘅，又好鬼似樣，所以冇人發現。樂志謙一直冒充住佢哥哥嘅身份，諗住攞晒哥哥嘅身家同埋人脈，因為佢想利用呢啲嘢去食大茶飯。因為佢手上有不死藥，佢好想控制晒不死藥嘅原材料同埋生產。但點解樂志謙會有不死藥呢？就要講翻佢失蹤嗰20年去咗邊。話說樂志謙細個去咗美國留學，喺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佢係一名美國軍官。喺作戰期間失咗蹤，美軍都認為佢冇可能生還，但原來佢係流落咗喺南太平洋嘅一個荒島上。佢無意中發現當地土人飲用一種白色嘅汁液，土人原本當呢啲汁液係麻醉藥或者止痛藥咁用，但樂志謙發現呢種汁液可以令人停止衰老，除咗心臟之外，身體嘅任何部分受傷都會極速好返，甚至連痛楚都會消失。其實呢支不死藥係來自南太平洋一個神秘孤島漢童架，係由島上獨有嘅一種好似竹咁嘅植物提煉而成嘅白色汁液。呢種藥係超級細胞再生劑同抗衰老素，理論上食咗佢可以長生不死，但有重大弱點，就係心臟仍然係致命位置，被子彈或刀刺穿嘅話都會死，而且一旦停止服食，腦部會急速退化，變成白痴咁。所以一開始食咗就要 keep 住咁食，唔停得。呢支不死藥其實同毒品好相似，你一開始咗食就停唔到，所以樂志謙先至想控制呢種藥物，因為咁就等於可以控制全世界。仲有一個問題就係長期服食不死藥又會引致不育，生唔到下一代。衛斯理潛入波金先生嘅天堂園嘅時候，喺一個隱秘嘅房間入面，發現咗一大班白痴嘅土人。呢班土人原本係漢童架島上嘅居民，一直服用不死藥，所以身體長生不老，傷口即時愈合，又冇痛楚，永遠保持年輕。
但因為波金同洛志謙嚟到，再控制不死藥嘅供應，佢哋被迫停止咗服食一段時間。結果腦部急速退化，全部變成行屍走肉。咁佢哋嘅外表雖然仍然健康年輕，但佢哋個腦完全冇晒思想，冇意識，好似個白痴咁坐定定或者亂咁行。呢個場面令衛斯理非常震驚。故事嘅呢一部分清楚顯示長生不老背後要付出嘅恐怖代價。衛斯理繼續深入調查，遇到一個當地土人，土人話俾佢知，島上有一班野心家控制住不死藥嘅生產，打算將漢同價變成原料基地。土人要求衛斯理幫手鏟除波金同洛志謙呢班人。衛斯理同土人一齊去漢同價島，途中遭遇重重危險。喺島上，衛斯理同嗰班衰人發生咗激烈打鬥。衛斯理試圖追擊洛志謙，點知子彈射中波金。跟住洛志謙用無線電叫咗一艘小型潛艇嚟到支援。潛艇上嘅人用機槍對島上嘅土人展開大屠殺，幾乎全部土人都被殺害。原本服食不死藥、擁有長生嘅島上土人，結果換嚟嘅係被貪婪嘅外來者屠殺。雖然最後洛志謙都被衛斯理制服咗，但衛斯理亦受到槍擊而受咗重傷。喺命懸一線之間，佢唯有要食不死藥保命，令佢嘅傷口即時好翻晒。而呢個漢同價島最後因為海嘯而陸沉，呢個係一個大型悲劇。長生冇帶嚟幸福，反而帶嚟咗更大嘅災難。之後，衛斯理帶住被綁住咗嘅洛志謙坐獨木舟離開漢同價島，再用無線電呼叫澳洲軍艦，將佢哋帶返文明世界。洛志謙最終被送上電椅處決。後來衛斯理經過長時期切除內分泌腺嘅手術治療，先至解決咗停藥後腦退化嘅問題，冇變成白痴。佢喺書尾幽默咁講：其實唔使擔心，我係連續小說嘅主角，當然逢凶化吉，唔會有事啦。故事就講完。喺呢個故事入邊，倪匡先生專登為不死藥設定咗一啲限制。呢啲限制除咗令到故事情節更加緊張刺激之外，其實都好合情合理嘅。因為如果冇任何限制，咁不死藥就變成無敵，故事就講唔到落去。首先第一樣嘢，其實所謂嘅不死藥只係不老藥，因為食咗佢唔係真係唔會死。如果心臟受到致命重擊，一樣會死亡。假如真係會不死嘅話，洛志謙都控制唔到嗰班土人，而衛斯理都打敗唔到洛志謙添。其次，呢種藥一定要長期服用，就好似而家好多西藥咁，唔食就冇效，要一直食到死為止。最後一樣就係食咗不死藥嘅人係會不育，佢哋唔會有後代。呢一個限制就更加合理。大家可唔可以幻想下，如果食咗不死藥嘅人可以繼續生仔，咁呢個地球上面就會越嚟越多人，最終就會塞爆呢個世界，因為資源不足而滅亡。而且生物係為咗延續自己嘅物種，先要繁殖下一代。但當呢個物種已經係不死嘅話，生殖能力就真係唔係必須。最後想講下，人類對長生不老嘅幻想已經存在幾千年，由秦始皇求仙丹到現代醫學抗衰老。倪匡先生反而想透過不死藥指出永生根本唔係福氣，而係一種可怕嘅詛咒。嗰班土人食咗不死藥之後，表面上得到不老不死，但實際上係永遠嘅依賴同詛咒，而且最終換嚟滅亡。洛志謙為咗長生而殺死親生哥哥逃亡，最終死埋喺電椅上。人類為咗利益同永生，可以連親情都唔顧，長生不老，聽落好似好好咁，但真正得到之後，可能只有永遠嘅空虛、後悔同依賴。呢本書情節緊張刺激，充滿冒險、追逐同人性掙扎，同時帶出深刻哲理，係衛斯理早期作品嘅代表作，真係值得一睇再睇。如果你喜歡我哋嘅 channel，請記得 like、share 同訂閱。多謝收聽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